闽南语连续剧大下厝。你是怪物，你是一个你永远都无法放袂记查某人对无？你别想想啦！你是啥？人我用体力约出来，契约会使还我，我会还你，啊，毋过毋是真啊。你无小信用啊！该还的时阵我会还，若不该还的时阵，你就莫要求伤多，啊，若无咱家己歹过。 建昌这个某怪怪，我唔知你变什么网。喂！啊，小丁啊，你是来看我放在怪事袂是？会啦，你放心啦，这间房间吼真舒适，真合我的意，我住来真惯势。你拄则看到啥？拄则看到。 我都看到你甲一个查某在讲话啦，啊，其他我都无看到啥，嘛无听到啥咧。就算讲吼，你有看到啥还是听到啥吼，嘛袂要紧，因为代志毋是亲像你所想的安尼。也毋过去这代志，我嘛无想要互建昌知影，所以请你的嘴吼较密咧，莫四界黑白讲。黑白讲，袂啦，我这个人吼，除了爱讲笑。 我从来嘛唔捌讲人的是非，嘛唔捌讲人的长短啦。安尼上好啦，我话是讲正经哦。若是我有听到啥物风声，也是建昌误会我啥物，我才唔管你是毋是伊的阿姨，还是啥物亲戚朋友，我绝对甲你避免。袂啦，小弟你放心，我袂会讲啦。袂啦，你放心啦。你无爱坐来坐一下哦，哈。 内桑，想袂到单卡这么复杂。我相信你在生的时阵，日子一定过得真无快乐。内桑，假使时间来当搁重来一摆，你是毋是还阁会坚持抢要嫁来单卡？内桑，你放心，我既然答应要大入来，我就会帮助内桑你照顾建昌。 照顾你的孙，你在天之灵，嘛着要保庇大家平平安安。尤其是你的新妇淑珍，千万唔通予伊脚步踏错。啊，若无，你辛辛苦苦经营的单家，恐惊就会毁在伊的手头。 只讲要买金线，那买到遮久，我袂转来啦。来，这个大来，这个大事情。来，大家来看。大琳啊，这门这顶头是写什么哈？哦，顶面写讲最近咧流行哦，马拉利亚。马拉利亚，什么是马拉利亚？马拉利亚吼，就是传染病啦。 就是去互迄有毒的蠓虫咬到的啦。啊，若叫蠓咬到安怎？蠓仔咬到吼，伊有当时会寒，有当时会烧啦。哎，这种镜头吼，若无用甲控制吼，甲医吼，伊就死去啊。这严重哦！嘿，所以你大家爱注意哈，环境卫生爱注意，有听无？啊。我甲你讲吼，我一个吼亲戚在做医生哦。 伊甲我讲，这种病吼，伊讲这种药会当医疗。什么药啊？讲做什么奇尼啦？奇尼。嘿，而且这种药啊吼，一般人用袂到哦。
你本人若丢着要安怎？丢着送个病院，做一个毒消死了。哎呦，你在忍咯？喂，姐，你倒来啊？是啊，今仔日生理刚好，会少无用的无？袂啊，你甲阿红遐无伫的，敢若拢无啥物人客呢。是安尼哦。无今日较早收搭，家己较早转休困。好啊好啊。你在绣啥？阿姨在绣丸油枕头啊，你绣丸油枕头要创啥？这是阿好姐啊，甲芬妮阿姨结婚要用的丸油枕头啊。哇，足水嘞！我嘛要丸油枕头。你乖，你即摆用袂着啦，等你大汉哦要结婚的时阵，阿姨再绣互你好无？好，你袂使骗我哦。阿姨要来骗你咧，乖吼，较早困，明仔还佫读书啊，吼，来。阿姨，你嘛较早困啊？阿姨知影啦，来，较早困的哦，好，乖。芬妮，这阿妈哪还袂困？梅园姐啊，我甲你订一碗鸡汤，你紧趁烧紧啉好。芬妮，你若遮尔啊客气啦，多谢你。梅园姐啊，你说啥物多谢啦？应该甲你说多谢的是我啊。自从阮老爸老母过身了后，就毋捌有人对我遮尔啊好啊。我会当撞到阿芳兄甲你，这是我的福气。芬妮，阿好兄是一个老实故意的人。以后你若嫁互伊，你两个互相照顾，毋通冤家哦。梅园姐啊，我知啦。安尼你较早休困嘞，明仔载爱搁做生理。好，安尼我先来休困啊，你嘛爱较早休困的哦。我知影啦。阿好兄，芬妮实在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你千万都免去辜负伊。美乖，等阿好姐啊，甲芬妮阿姨结婚了后，就剩你甲我，你一定要乖乖大汉，才袂辜负你阿母的期望。等阿好兄结婚，美观大汉，我就用放心过我家己的日子。也毋过，我的囝，毋知一定会趁到过了好。七种啊，你哪会使送你来啊？是头也无，我哪有？明明就是你，你先甲我说嘞。好啦，莫吵啦。志玲啊，你是阿兄呢，阿兄让小弟嘛是应该啊。阿母，为什么逐摆都爱我让弟弟？你敢对我应出应止哦？来。哎呦，淑玲啊，咱兄弟的冤家吼，讲起来两个拢唔对啦。要处罚嘛，袂用甲他处罚一个。阿姨哦，你若食饱闲闲无代志哦，去休困啦。我咧教示囡仔，你免吵啦。过。淑玲啊，你哪会使对阿姨咧无大无小，讲话用出口气啊？啥物口气啊？本来就是安尼啊。囡仔是我的，我爱安怎教示就安怎教示啦。一个外人管你是在创啥？外人？伊是我的阿姨，嘛是你的阿姨啦，啥物咧外人？啥物人拢共款啦。淑玲啊，你听志忠吼，我替文英真感谢你啦。要不你哪会使对志玲安尼？袂说志玲吼，敢若毋是你亲生的咧？
淑婷啊，你咧想创啥？你毋是讲我大细心，即摆两个拢跪啊，你欢喜啊吼？你是咧后边讲啥你啊？哎呀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囡仔跪啊已经跪啊，跪一个意思就好啊啦，起来。你要创啥？咱后壁骹手洗洗咧啊。我咧教是囡仔，你免插啊！淑婷啊，你是够过分咯你啊！安怎啦？好，莫插，我莫插，莫冤吼，莫冤啊。局长，主任，恁起来，起来啦！啥对起啊？恁两个，免惊，阿爸吼，带你来房间写功课，行。建冲啊！建冲！约束不敢放袂记。谁人开袂开？锁我换掉啊！你来要换锁？我哪会袂当换锁？我搁无换锁吼，厝内底的钱哦你开了了，大家要食啥哈？锁是起来，喂，锁是起来啦！坏了！我跟你讲哦，你莫伤过分咯！我是陈家的头家呢，钱要来开是我的代志啊！陈建昌，我嘛甲你讲哦，你逐工咧外口安尼啉烧酒开钱吼，陈家早晚咧败了了啦！我安尼做是咧替你陈家留一个本哦。老本，你免讲甲遐好听啦！我算唔知你是我咧想啥？你要控制阮陈家的财产，是怎要控制我对无？就算讲是安尼，有啥唔对哈？我甲你讲好清楚吼，为今日开始，你若要用钱哦，爱经过我的同意啦。经过你的同意，好啊，咱要算账，来，我算互你看。看到吼，500啦，你每一个月拢开500啦，还佫有1000个啦。这钱吼，你是开去倒去？你讲啊！你讲袂出来啊吼！你莫假是讲吼，我无咧管辖，我就唔知影。其实我真清楚伫的啦，钱要哪开吼，我无咧甲你插啦。咱田无够，水无流啦。我要哪开钱哦，还是阮兜的地带啦，甲你无关系啦，你免管啦。我为什么该管？敢怪等你最细咧外口，等家大大细细拢咧厝内底要钱，想我才管哦。陈建昌，拄安怎讲哦，我嘛是陈家的头家娘啦。头家，可惜，自从我目睭好起来刚开始啦，我就无认定吼，你是阮陈家的人啦。自从我知影，我目睭无法度好起来的原因吼，是你手造成的，我就无承认吼，你是我的宝。哼！建昌，建昌！恁两个若乖乖，恁若拍开恁阿母就袂冤啦，知无？阿母来啊！你在创啥？我等下。淑萍啊，囡仔还阁细汉，莫摕囡仔出气啦。爱你管哦！你叫是讲你是建昌阿姨，就会当管我，我才袂咧甲你信道。我并无想要管你，我只是关心你啦。我知影讲你日子过了并无快乐，一定是建昌破洞时有真侪代志惹你生气，对无？惹我生气！你拄则讲啥？你知影无？伊讲我毋是伊的某，我毋是陈家的人啦。淑萍啊，建昌吼，伊直咧生气，话拖在后袂讲，你哪着甲伊计较？搁较生气嘛，袂当讲这款话啊！我咧陈家做牛做马10几年呢，伊一句话我10几年的辛苦拢挂掉啊！安尼我算啥啊？我算啥物啊？别人讲你啥，迄无重要啦，重要的是你家己认定你是啥物，就是啥物，这较重要。你莫来加好衰啊啦！你是建昌带回来，想要代替我的大家来监视我，我才袂互你骗。淑萍，你嘛唔通将每一个人拢当作是你的冤仇人，那安尼哦，你会失去足侪朋友呢。你的日子嘛过甲足艰苦的，欢喜过一天，无欢喜嘛是过一天。你哪会袂互你的一生过得快快乐乐的啊？你免在遐讲迄大道理啦，换做你是我，我就无相信你会快乐。淑萍啊，莫搁讲嘛啦，甲伊两个找转来啦。我知啦。啊，逐工冤，逐工冤，等要冤到啥物时阵就好啦。唉，实在。
过几个月我就要甲芬妮结婚啊！我明明爱的是文英，我若娶芬妮，我规个心肝头拢是文英，你敢好？人芬妮遐善良，遐乖，我安尼做讲袂伤夭寿骨，你敢对？啊！我若无代无志向阮讲遐话啦，拢话阮阿爸害我。啥？阿辉啊，是我芬妮啦。入来啦。阿辉啊，什么代志？阿辉啊，过几工啊吼，咱就要结婚啊呢。你莫知影，我无爸无母，阁无啥物亲戚朋友。啊，你迄边呢？你要叫偌济亲戚朋友，咱就爱办几块桌哈。办到要怎？阿辉啊，结婚是人生上重要的代志呢。你敢无想要加叫一寡人来甲你留礼节哦？免啦，等我也无爸无母啊，我也无啥亲戚朋友，就你甲我，还有文英、美娟，安尼就肉粽切切，炒几样菜，食安就真青草啊。等你来，无伫阮身边，约束不敢放袂记。阿辉啊，人一世人啊做一摆新娘，你安尼敢袂先手菜哦？我嘛头一摆做新郎，我嘛袂晓哩。无咱来问文英啊。结婚是咱两个代志呢，谁那就爱问文英姐啊啦。无看你要安怎啦，凊彩啦，知你意思啦。不是，等你先让那规身躯俾你错啦，哈！哇！安尼搞，哈！足够没？不要，我送你一瓶，我送你一瓶。